东港人今仔日来到东京的阿美约谷，这是一个真出名的观光地。有来踅过的朋友，敢有注意过阿美约谷这座街啊？一头的看板是阿美约谷，另外一头是阿美亚约谷桥。伫咧战争拄结束迄当阵，有真侪为满洲国甲西伯利亚转来日本的人，就聚集伫遮做糖的买卖。因为物资欠缺，糖嘛受到管制。所以主要是卖用番薯落去做的番薯糖，糖仔店日语叫做阿美亚，所以较侪糖仔店的这边就叫做阿美亚约谷桥，另外一边叫做阿美约谷。这个阿美就是阿美利卡美国的意思啦。二战了后，美国代表盟军占领日本，美军入来日本了后，市面上嘛开始出现侪侪美国货。这个所在卖进口货的店家嘛愈来愈侪，所以较侪卖进口货店家的这边就叫做阿美约谷。